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3月15日沙田日馬星期日共10場賽事，開跑時間係13:00，重心嘅精選場次係第1、第5同埋第8場。第1場12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夢幻進區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3，拖嘅3匹背腳分別係10號伶俐標區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7；6號宏財，配呢個田泰安，上次係跑第11，同埋11號威武良區，配呢個潘明輝，上次係跑第7。第2場16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神驅馬靈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10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上上感恩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11。1號烈火進馬，配呢個奧爾文，上次係跑第7。同埋12號悠遊俠，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係跑第10。第3場10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金金小子，配呢個蔡明少，上次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不可擋，配呢個黃寶利，上次係跑第9。4號宮頂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4。同埋10號亮寶，配呢個巴道，上次係跑第13。第4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跨境寶馬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戀愛狂，配呢個田泰安，上次係跑第1。9號英雄戰歌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2。同埋呢隻4號嘅開心樂園，配呢個奧爾文，上次係跑第13。第5場1800米4班賽事，我哋嘅馬膽係揀咗2號烽火行雲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小飛俠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3。3號八進笑聲，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係跑第1。9號勇進當銳，配呢個田泰安，上次係跑第12。第6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開心5月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超風速，配呢個霍雲星，上次係跑第8。9號人人有餘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3。同埋12號黑白，配呢個湯寶新，上次係跑第9。第7場1600米2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陽光勇士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遨遊武士，配呢個梁家俊，上次係跑第4。5號話你知，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係跑第6。同埋1號跟斗雲，配呢個周俊樂，上次係跑第5。第8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中環精英，配呢個希威森，上次係跑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增強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6。4號健康快車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2。同埋1號實現夢想，配呢個霍雲星，上次係跑第7。第9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至尊高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勇霸龍，配呢個田泰安，上次係跑第6。10號樂勝天下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係跑第3。同埋2號太易穩，配呢個霍雲星，
上次跑第13。第10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康樂高球，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首飾天空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跑第1。1號信心星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12。同埋2號99圍攻，配呢個麥當娜，上次係跑第7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